好，早晨，姐姐你好。好，你叫咩名啊？ชื่อหมีเนี่ย你幾多歲啊？今年我而家39歲，係你結咗婚未啊？我結咗婚，係啊，你有幾多個小朋友啊？兩個女啊係幾多歲啊？佢哋，10歲同埋37歲，吓？七歲同埋17歲， 11歲，17歲係咪？係17 years old and 7 years old。係 OK，好啊。咁你之前係咪喺香港做過嘢啊？幾多年啊2年啊， 2年。照顧咩㗎？照顧咩人啊？我有5人啦5個人。daddy先生2個仔同埋有寶寶，我婆婆同個仔，嗰時隻仔幾多歲啊？嗰兩個小朋友1歲同埋4歲，係7歲同4歲。OK，係咁你要從點樣？係咪要送佢哋返學放學嗰啲㗎？係啊，有啊。咁你使唔使去自己去買餸啊？係自己買餸同埋有時到我買餸啊。有時太太，有時同太太一齊買餸，有時自己買餸，係咪啊？係。OK，咁你識煮啲咩中國餸啊？蒸魚、蒸雞、腐當、就菜。係識唔識蒸排骨啊？蒸肉餅嗰啲識唔識啊？識。OK，好。咁你想如果嚟香港做嘢咧，邊個照顧你啲小朋友啊？老公同埋有媽媽。媽媽。我 OK， 老公啊。OK， 即係奶奶，即係老公個媽咪同埋老公照顧。OK，咁你想喺香港做多幾多年嘢啊4年。係6年得唔得啊？4年6年，如果10年得啦。 10年都得啊。OK， 所以僱主請繼續就做啦，係咪啊 ？OK， 係。好啊。咁你識唔識洗車啊？識唔識洗車啊？識嘅。OK， 咁如果有僱主啊，佢要同小朋友或者同老人家同房 share room 嘅，你得唔得啊？得，係嘛？咁share job 咧，share job 即係同其他姐姐一齊做嘢，得唔得啊？唔想係咪啊？唔想係咪啊？唔想啊。係 OK， 好，冇問題。OK， 好啊。咁我哋試下幫你揾下個僱主啊，好冇？試幫你揾僱主，唔該晒，好冇？OK，拜拜。拜拜。